首先借呢個機會咧，感謝學生事務處同埋其他協同嘅單位舉辦呢一次我哋叫 Networking Lunch， 係一個聯誼嘅活動。亦都借呢個機會感謝各界嘅朋友、社會嘅領袖咧，為我哋嘅同學同埋校友咧提供發展機會。今日好開心可以參加呢個活動啦！最令我印象深刻咧，就係坐喺我隔離嗰位 Alice 同學，俾我見到一個香港青年人咧係好有理想啦，好期待咧可以同教育大學繼續加深合作。咁我哋香港青年聯會啦，一直以嚟都同教育大學咧有一個長期合作，我哋咧就會不斷咁樣提供一啲暑期實習啦，或者可能交流嘅機會俾教大嘅學生。咁啊，等我哋教大嘅學生啦，可以更加深入可以了解唔同嘅行業嘅範疇啦，咁啊為佢哋未來做好更加好嘅打算。喺我心目當中咧，大學同埋僱主嘅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我覺得首先係體現到大學對於市場嘅一個需要嘅判斷咧係準確嘅。咁所以我哋嘅培養嘅目標啦、方式啦同埋方法方向咧，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嘅學生畢咗業之後咧，可以 fulfill 到市場嘅一個要求。今日嚟到教育大學嘅呢一個午宴呢，我覺得好 amazing 啦，因為坐喺我隔離嘅同學呢，佢哋不停咁樣有好多好精闢嘅問題，去把握機會問下我哋呢啲呢喺業界裏邊工作緊嘅人士，究竟打工嘅世界係點樣嘅？我如果有機會嘅話呢，我都想邀請教育大學嘅畢業生將來去我哋公司度試下 trainee， 因為我哋每年都有 trainee program， 希望到時見到你啊！首先好多謝呢各位來賓嚟到我哋呢一個咧，我哋Employer Networking Lunch。我哋同學咧其實係準備好佢哋嘅就業，呢個機會其實係一個好好咧，由同學直接去同僱主咧去做一個溝通。咁今日最難忘嘅時候咧，就係咧我見到我嘅學生啦 Angus 啦，佢已經成為咗二副機長啦。咁啊今日咧嚟咗做一個 sharing， 好真摯啦，亦都見到佢咧喺唔同嘅界別咧，其實有發揮過唔同嘅光輝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同學咧，有喺唔同嘅界別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貢獻。我最開心咧就係聽到啦，嚟緊教育大學正式會係有一啲嘅 ESG 相關嘅一啲學士課程，又或者係一啲碩士課程。教育大學嘅同學仔咧係可以喺一啲未來嘅香港新板塊係可以作出貢獻。香港教育大學加油！知道教育大學嚟緊都會有好多學科嘅拓展嘅，咁我哋公司咧其實亦都喺呢個智能同埋數據管理嗰方面咧，其實都需要好多不同嘅人才嘅。教育大學嘅畢業生，睇下會唔會係有機會過嚟我哋呢邊做 intern 啦。咁今日嚟到呢個教大嘅活動咧，非常之 impressive， 因為見到咧好多好優秀嘅學生啦，然之後啲學生咧每個人咧都有好好嘅專長，所以今日呢個機會咧，其實就令到我可以直接咁樣同啲學生做個近距離接觸，職場亦都好想即刻俾 offer 幾個學生去請佢哋幫我手做嘢，咁希望第時有多啲機會可以參加多啲呢個活動。教育大學絕對幫到我喺畢業之後求職，除咗喺本科課程裏邊提供到實習同埋一啲專業技能之外，喺軟實力方面亦都幫到我有提升。嚟到呢度參加咗呢一個僱主嘅 meeting， 其實咧真係增強咗我好多信心。咁畢竟我今日咧就試咗上台去講翻我自己嘅經驗啦，俾唔同嘅僱主聽啦。咁亦都可以希望喺度同唔同嘅僱主聯絡一下啦。咁就可以喺我未來嘅職業方向上邊咧都有一個新嘅道路嘅。